据统计，每一名成功人士没错平均都比自己的老婆大12岁。我将来也是一名成功人士，所以我比自己的老婆也大了12岁。但是在我30岁那年，我还是一名一无所有的北漂。一次机缘巧合，我得知自己未来的老婆是一名未成年的高中生，不光是一个逃课、打架、叛逆的酒吧妹，还有一个天天想骗她上床的男朋友。为了她在遇到自己之前还能完好无损，我开始接近她，保护她，甚至冒充她的叔叔，拿着假文凭应聘到他们学校去做老师。这所有荒谬的行为，都只因我的老婆未成年。3年一班张月同学因考试作弊，经多方劝导无效，于2015年4月1日上午9时20分被捕，时年17岁。张月同学自参加学校以来，学习一贯不负责任，不积极肯学，多次被评选为班级拖后腿者，深受全班同学的批评和指责。他的离场使我们引以为戒，为寄托他的悔恨，择日在本校礼堂开追悼会，希望张月校友届时参加。孟老师，孙老师，监考呢？是啊，越考越都有。孟老师干嘛呢？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看什么呢？我来看看你，你要是累了，我可以帮你监考。孟老师这么体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孙老师，你今天化了淡妆，这你都看出来了？哎，孙老师还涂了香奈儿的香水。孟老师观察好仔细呀，我又有点不好意思了。孙老师，你今天真美。孟老师，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多学生呢，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挺不好意思的。那我们一会儿再说，我先监考去了。诗琪，你这个才同学，你说答案会从天而降，结果呢？老师好。确实从天而降啊，只是这个降落的地点出现了偏差。你能不能靠点谱了？老师好。1、2、3，进。他们在干什么？对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忘了跟你说了。什么？你说这些都是真的？真的，陈乐亲耳听见，就在礼堂那边。那个叫孟马的根本就不是陈安娜的叔叔。对，你可以给安娜的父母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肯定是个骗子。对。
那安娜为什么会隐瞒她的身份？安娜她太单纯了，一定被她的花言巧语给骗。就是。那她的目的是什么？当个流氓老师，调戏小女生啊！一定是这样。陈乐什么时候回学校？他家里有事儿，他姐姐把他领回了海南，估计一时半会儿。行，让他按时回学校啊。哎，好，谢谢老师。快！我让你们走了吗？历史老师这个事呢，先不要告诉别人，我会马上查清楚之后再公开。好，谢谢老师，再见。这回他这假叔叔的身份终于被揭穿了，那这回肯定赢定了。好，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这刚不跟你说了吗？老师好。沿海经济开放区，你看福州国家决定，老师好，扩大这些城市。1984年，哎，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解决第一件事。What？学校每晚5点准时放学，学校警卫每2小时巡逻1次，每次休息5分钟。班主任7点去学校食堂打饭，7点15打饭回来。我们7点成功潜入学校，到达办公室的时间是7点05分。找到我的试卷后，成功来个太子换狸猫的时间只有3分钟。我们7点08从办公室出来，成功完成任务。听你的叙述，不像是第一次。那是，我上个月就是这么干的。啊？那我一老师不能陪你这么干，不行。如果我这个月月考不及格，那就证明我上个月就是抄的。那到时候不等他们揭发，你这个假叔叔的身份就要败露了。那也不行，原则问题。那到时候我爸一定会杀了你的。什么时候动手？光呢？哎，你看，都来了，孟老师，
孙老师，其实我来是我什么？那个，我就是来看看的。有人说你是假叔叔，这让我更加认定了一个结果：你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接近我。啊？不是，我一起来去感受到了你的内心。监考的时候，我给过你暗示，可是没想到你这么急。你好坏啊！那个，知道学校晚上没有什么人，特意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那个，孙老师，你误会了。别抗拒你的内心。什么声音？什么？嗯。原来是你发出来的声音。对呀，因为我现在是一头愤怒的小公牛。好有激情啊！哎呀，不是，快走快走！往哪儿走？今天你哪儿都不想走。不是，有那么好笑？为了你，我都出卖色相。我看你很享受呀。怎么可能呢？哎呦，没关系，反正你未来老婆又看不到，你放纵一下怕什么？关键他看着了呀！哎呀，啊，我是说他看不着，也不能这样放纵。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反映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孙老师，我说的一点也没错吧？他的身份没有错，已经完全查清楚。没错，不可能，乐哥亲耳听到的，对吧？我觉得陈乐同学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吧。2个月以后就高考，让他快点回学校。孰重孰轻他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不是办法。喂，乐哥，老师说没事，你确定没听错？我在礼堂亲眼看到。不是，你追回嫂子还得从嫂子自身做起，对不对？什么情况？做你个头啊！要他妈你教，我陈乐不懂吗？就你懂，我回来笑死。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交钱。好。什么？你去哪儿啊？我有点事儿，回来再说啊。那你快点回来，注意安全啊。拜。你好，这是你这个月的住院清单，还差大概2万块钱没有交齐，请尽快交一下，谢谢。我奶奶一直有冠心病，前段时间更厉害了，做了搭桥。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我也是东拼西凑了一些，不过好在手术比较成功。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么说，那个手表真是他拿的？他们说我拿了他的劳力士手表，我手表脱下来就放在这儿，没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这是你们上次丢的表，现在还给你们。那你这回打算帮他吗？这个月的零花钱花完了，也不可能找爸妈要，怎么办呢？哎，那我这儿……哦，不用，文文是我朋友，我自己想办法。好吧。诶，
哎，你看这个啊，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冰与火套餐。你看啊，在浪漫的碧蓝的海水里，你穿着复古的红色的婚纱，这是什么？它张扬了一种情欲，知道吗？无论过了多少年，你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都能萌出一脸血来。你看我们下一个啊，这还有我们的白马王子系列，你稍等啊，你先看一看啊。哎，你怎么来了？哎呦，哎你好，这是你那个小李。你们认识啊？认识。哎，那个这是我哥们儿，认识好些年了。好些年。好些年。他刚才说什么也说？没说。看，这是。哎，喝牛奶吗？有牛。可以呀，老牛啃嫩草啊。哎，试过没有？是不是处女的？瞎说什么？我是真感情。真感情。哟，你就说吧，到底上没上床？没有。真假的？真的呀。哎，门口贴的那个真的假的？贴什么呀？悬赏3万啊。肯定假的，我们老总都2月没开工资了。假的？那就好办了。啊？哎，搞定了。搞定什么了？那张海报是他们头贴上的，你呢来拍组婚纱照，我让我那兄弟过滤到所有比你漂亮的新娘照片，把你的照片和那些比你丑的新娘照片放在一起，你说谁是最美新娘？你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关键是3万块钱到手了呀。那他有什么好处啊？我俩拿走1万，剩下2万都给你。真的啊？确保万无一失。那我跟谁拍啊？我呀。啊？哎，我说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哪儿来2万块钱啊？嘘。哎，我那个稿费啊，马上就下来了。再说，谁结婚还不能拍个婚纱照呢？我准备好了。Bring the action. When you have this in the club,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See the boys in the club, they watching us, they watching us, they watching 大宇哥， us. Everybody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 我听大志说，那个陈乐最近混得很惨啊，女朋友都让一个老男人给撬了。啊，你这做小弟的也得想着帮我呢。哈，谢谢大宇哥关心，这事儿我们能解决。这个安娜家里很有钱是吧？是。不如我们做他一遍。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把他的行进路线告诉我，我让几个兄弟去把他给绑了。等钱到手之后，等还原地址告诉给你，你们再来个英雄救美怎么样？是不是2700美？大宇哥，这安娜好歹是乐哥的女朋友啊，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那没事，我走了，再见，大宇哥。回来。你说那个老男人和安娜上过床了吗？陈乐真他妈坏！他现在还是陈乐的女朋友吗？啊！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这件事我会让别的兄弟去做，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事成之后我分你一成。Oh yeah. Oh yeah. Oh yeah. 你这么晚叫我出来干什么呀？给。你哪来的呀？别忘了去交费吧。我以后会还你的，也没说不让你还呀。行了，走吧。那你呢？我回家呀。好，那你路上慢点儿。嗯，拜拜。拜。哎，好，很好。你一会儿看我信息。进展很顺利。你把安娜父母的电话告诉我。他手机里有一个叫阿里巴巴的，那就是他爸爸。阿里巴巴？啊，因为他父亲常不在他身边，他感觉缺了父爱，把爸去掉父之后，就剩爸爸了。哼，那我们就做他一回40打倒。哎，你还别说，你穿女装比男装好看多了，我发现。你给我闭嘴！哎，就你这张给剧组发过去，能混个女主角吧？这么贫呢？
不是，我说你这也太抠了。嗯，这照片这么小，得便宜卖乖。发现你挺白呀。喂，我发的照片你收到了吗？你女儿在我们手上，马上送500过来。不许。不许报警是不是？这招不是玩过了吗？上次300万，这次500万，爸爸在开会你呢。你谁爸爸？你大爷！好了，下个月来看你。什么？报警了吗？我报了，但是他们说我给不出具体的地点，就先登记了。你快点，我在望京 SOHO 楼底下。行，我知道，你等我。什么？我再给你10分钟，他们要是还不相信，你就把安娜衣服全给我扒了。大伟哥，你不是说真的吧？你说呢？大伟哥，要不这样，我先去救人，估计我把人救过来，他爸差不多就把钱打过来了，行吗？不，哎呦，哎呦，哎呦，大伟哥，我不去了，我去趟洗手间，好吧。喂，文文，安娜现在在我们以前去过的老仓库那儿，你快去救她！你怎么知道啊？哎呀，你别问那么多，她现在就在那儿。大卫10分钟之后要叫人扒光她的衣服。是十字街那个老仓库吗？喂，喂，说话呀！是那个老仓库吗？喂，喂，喂，说话呀！喂，安娜在老仓库。仓库？什么仓库？就在十字街货仓口5号。王凯说，大伟要在10分钟之后扒光他的衣服。你们是谁呀？你自己跟你爸说，你现在的处境。他是不会信的。不信？那就扒光你的衣服。你是谁啊？我是他的老师。
왜 아무것도 모르면서 안 된다고 말하나요? 거짓말은 하지 말아요. 좋은 사람입니다. 妈妈，妈妈，你醒醒啊！妈妈，你醒醒啊！妈妈，你起来！妈妈，你醒醒！妈妈，你是大哥，你不会搞笑的，如果你快起来！ 누가 뭐라 해도 내 가슴은 그대 유일한 사랑. 你说过你不会搞笑的，你起来呀，妈妈！ 爸，你脑袋被打糊涂了吧？谁是你爸？那个叔叔，感觉好点了吧？看见你醒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次你救了我的女儿，我要谢谢你。我欠你一份人情。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 你俩先聊吧。你还好吧？我呢是打不倒大象，这点小伤啊，算是。那就好。哎，对了，到底是谁绑架的你？是大伟，他被警方拘留了，还有王凯。王凯，他是同谋，不过他也间接性救了我。哦，陈乐知道了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分手了。哎呀，总算是结束。我要走了。啊，走了，上学都迟到了还不走？走。我不上学了。啊？不上学了？那你去哪儿？我爸觉得国内不安全，再加上我学习成绩也不好，决定送我出国读书。出国读书？去韩国，我不高考了。那你什么时候走？下周。下周。我爸在途牛上订好了票，21号先飞尼泊尔，然后开学了去韩国。我爸知道了你的身份，他挺感谢你的。安娜，哎，那我走了。到现在，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我也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是我老婆。或许这些都不重要，我只想祝福她，希望她安好。安娜。安娜，孟马他来不了了，让我把这个给你，说是祝你一路平安。谢谢。走吧，再见。一路平安。前往尼泊尔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MU572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喂，爸，我到加德满都了。这2天我跟你妈在斯里兰卡有重要的合同签署。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早就定了呀，途牛还有接机护送服务。接机护送服务。你好，陈小姐，我是来提供接机护送服务，24小时保证你的安危。什么情况？我呢，给你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本来啊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后来发现他并不在加德满，于是啊就找途牛订了接机护送服务。我呢就跟途牛毛遂自荐，成功当上他们1天的员工。你的安危由我来保护。哎，为了给你惊喜啊，我这一路是悄无声息的付出，怎么样，够酷吧？我爸真的是亲爸呀，大叔，你行啊你隐藏的够深啊！林小姐，我们回家吧。我才不回家，人都没了。那你要去哪儿啊？在这儿跟我混。等会儿咱们要去哪儿玩？这怎么回事啊？你看，尼泊尔也不安全。是你在哪儿不安全？走吧。好像有一句话是什么忘了说，看着你我只顾开心，什么都不记得。嘿，别淘气，我表情不够严肃吗？周围坏人那么多，看好你是我职责。大叔你笨笨的，笑起来还蛮萌的，靠着我，你紧张什么？害羞应该是我。天气有点热，换一个话题来解渴，不要一直盯着我，会不知所措。大叔他很温柔，像太阳暖心窝，坏脾气都被包容了，好有染色的。大叔他很温柔，心被占据了，有个秘密不能说，藏到10年之后吧。抓不到我吧，抓不到我吧！抓不到我吧，你跑得真慢！来呀来呀来呀，你追不到我吧，追不到我吧！哎。What do you like to eat? 我说一句话，你能不能听懂 What? 你说的这句话，他都听不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Chicken. Okay. I want. Okay. And you, sir? 你刚刚点的什么 Chicken. Chicken one. Okay, sir. Chicken one. Okay. Chicken 啥意思？鸡？可是我不吃鸡肉。可是我全本只认识鸡。哎，等会儿我们去纳加库特玩吧。喜马拉雅山？那就是没有回家了。这也没完了。
不过刚刚听他们说，好像还能挤出一间大床。大床房。这个点儿，我想其他酒店也没房间了吧？去洗洗吧。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可爱又善良啊，跟着我，干嘛干嘛？你怎么给他们开门了？他说是服务生啊，你拿了什么啊？我都不认识他们。跟你在一起怎么这么倒霉啊？哎呀，老公，你看，老婆，和你在一起实在是太带劲了。你口袋里是什么？我朋友，那个大家都是中国人，这里是不是有些误会？既然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直说了。我们的朋友在出事前把东西放在了你这儿，我们是通过追踪器来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明白吗？朋友？什么朋友？就是在街上撞你的诺。街上？哎，等会儿咱们要去哪儿玩？你们是走私？聪明。我们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误会啊，误会。放心，我们不杀你们。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让咱俩去争。太太，我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心愿，唯一的心愿就是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给你捏一辈子的脚。恶心！太太，今天就以那家阔头为见证，这我在里边挑出最大一颗，用作求婚，再合适不过。太太，嫁给我！波波，我答应你。你们到底是谁呀？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我是来自平顶山的波波，我是来自襄阳的菜，我们是波菜组合。今天是2015年的4月24号，恁俩也算俺的见证人了。一会儿给把力啊！为什么让我们去交易？当然是因为危险啊！你们用我们的身份去交易，我们会在暗处拿望远镜观察你们。如果你们敢耍花样，我又不是第一次被绑架。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完全安全。交易的地点在哪儿？烧尸庙。烧尸庙。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地方呀？烧尸庙当然是烧尸体的地方了，只是这里的人认为这个是个好事儿，渐渐的成为一个风景区。你们可以看到，当他们焚烧自己亲人的尸体的时候，流入河中，祈祷祝福。这个仪式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得起，穷人这都是随地掩埋了。
我发现我自从认识了你，生活就一团糟。哎呀，你不是说厌倦了生活才找刺激吗？这也太刺激了吧！快走！哎，哎，第一次感觉死亡离我这么近。如果一会儿我死了，记得买一盆花，带去纳加阔特，按照当地的习俗，证明你来过这个世界。乱说什么？我会保护你。喂，你们一人旅游呢，还不快走！如果敢耍什么花招，我只要按住这个遥控按钮，炸弹就会进入倒计时阶段。如果他有任何意外，不会放过你。你们是波波和菜菜吗？1个小时以后换个地方见面，在后庙，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子女孩子戴着一个花。问号是闪闪发亮，不一定是新鲜，也许是装饰。瞅瞅你后边那个妮儿。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会说中国话？你知道闪闪发亮不一定是星星，也可能是钻石。了，马上个钟，跟我走吧。你们的东西呢？你们的东西呢？
这个只是一部分，我们是讲程序的。哎，别闹。那其他货呢？你把所有的钱给我，我就告诉你货在哪儿。你说什么？你生气没有用，我就是负责接头的。你也只是个接头的，钻石就在你身后呢。哼，我不认识他们，我真的不认识他们，我是来旅游的，我跟我女朋友。杜伟，这不是你呀？没有想到吧？谢谢你们帮我找回钻石。当我第一次发现接头人不是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交易当天你也一定不会出现，只能在周围用望远镜观察着。至于钻石嘛，你这么小心谨慎，肯定在你身上喽。可是咱俩不是一伙的吗？你们只是个搬运工而已。对，打死你个鳖孙儿！不对，什么？锤是假的。你他妈敢拿一堆假水晶唬我？钻石呢？不会吧？菜菜，我真是太他妈聪明了，都是一群傻瓜，被我调包都不知道，下辈子也不用愁了。钻石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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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儿，钻石呢？警察来了！谁？Come on， 走！机智啊！怎么回事？哎呀，黑吃黑呗。还好我机智报了警。你什么时候报的警？嘿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在他们早上求婚的时候，偷偷拿了他们的追踪器。太厉害！那必须的。哎呀，啊，怎么了？响了！什么响了？响了！我怎么办？启动了，不会吧？你别动，你别动，要炸了！你走，别动了，走啊！我不能走，你是我老婆，我不会让你死的。别动！这上下两根，上下红色，红色，黄色，红，赌一把，就他。来不及了！这没炸，假的吧？我去，我们被耍了！哎呀，吓死我！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假的？上一句。上，我们被耍了。再上一句。再上，你是我老婆。你个老流氓！老流氓！骗子！你才是骗子！你才是骗子嘞！臭不要脸！钻石！你偷来的钻石，你丢来的给你都是假的！你才假！你给我的钻石是最小的！臭狐狸精！死歹冬瓜！我到家了。可算是把你的行李找到，把你安全送回来。这样我的工作呢才完成。进去吧。我进去吗？我就别进去了，我怕进去之后就没法告别。
那你去哪儿啊？你怎么在这儿？你爱上他了？你到底是谁？2015年4月25日下午2点11分，加德满都发生8.1级地震。在这次地震中，他会身亡，而他的死都是因为你。怎么可能？他和她结婚，直到2065年，每一天晚上，她的丈夫都会拥吻她，直到她的丈夫死去，她变得非常难过，她忘不掉他。于是她擅自使用时空机，穿越时空来到2015年，见到年轻时候的你。她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你，只为换得一个吻。世间万物所有的一切都存在着规律与规则，她违反了规则，也就被时空警察给带走了。而这一切都是她在监狱里告诉我的。那你是时空警察？她因为擅自泄露了时空的秘密，于是我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你们。如果她没有提前遇到你，她将是一个叛逆的女孩，吸烟、喝酒、一夜情、逃学、谈无数次恋爱，直到有一天，她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开始变得成熟而稳重，重新开始生活。遇见了同样成功的时候的你，两人一见钟情，于是相扶到老。你提前帮她挡掉了一次又一次的命运灾难，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原本不该出现在加德满都的她，遭遇了这次地震，她将身亡。你说，你是杀人凶手吗？
슬픈 나의 모습도 슬픈 너의 눈빛도 我们相识在2025年，那个时候你40岁，我27岁。我们虽然相差13岁，但是我们依然很相爱，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惋惜在我年轻时的记忆里并没有你的存在。你叫什么？陈安娜，大叔，你是要查户口吗？别叫我大叔，我有那么老？那你叫什么？孟马。大叔，你谁呀？你那么能跑？我就是想帮你。你应该还有利用的价值，演好大叔，其他别问。跟你在一起怎么这么讨厌？你不是说厌倦了生活，想找刺激吗？走啊！我不能走，你是我老婆，我不会让你死的。大叔，你也太能跑了吧！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我这么能。我过生日，你来干嘛呀？你有危险啊，把眼睛闭上。你不会是想吻我吧？那到时候我爸一定很那我跟谁拍？我呀，我跟你说过，我最讨厌吃酒吧的女孩。好啊，那你以后别来烦我，别跟着我。妈妈，你起来！妈妈，你继续跟我一直在这，你不会长大的。如果他有任何意外，我会放过你。我们还会再见面吗？相信我，一定会，我会保护你。如果一会儿我死了，记得买一盆花带去纳加阔特，按照当地的习俗，证明你来过这个世界。他死了，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就算知道结果，却也改变不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所有的结果都当做最好的结果来。你是时空警察，你有办法救他，对不对？你有办法的，对不对？你有办法让他复活，对不对？你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了！我求你，我求你，保证再也不见他。只要你让他复活，我什么都愿意。只要你让他复活，我可以让你回到见他的头天晚上，真的。但是，我要收走你关于他所有的记忆。改变后的人生，你也不一定会遇到他。你愿意吗？因为你已经改变了一次，原本在2026年你们相遇的焦点已经错开了。只要他能活。好，那我现在开始。我依然坚定，你更改命运的笔记，不留痕迹，让我们怎么回去，怎么相遇？你是在快要封根的记忆里乱落思绪，流转过遗忘的找寻。指尖拨弄时针的剪影，好像你若隐若现的声音，约定破碎的痕迹，而你沉睡的痕迹，
安静却能如此雷鸣，有下班抓不住的声音，是空中它背道而行，我依然坚定，更改命运的笔迹，不留痕迹，让我们怎么回去，怎么相依？迷失在快要风干的记忆里，乱了思绪，流转过1万遍，找寻你。你到了命运的结局，不留痕迹，把心歌的旋律里硬要我忘记。停止的时空，可怕的回忆，逆光方向就不久的契约，不久唯美的残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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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终于醒了，这都几点了？我怎么在酒店啊？你还好意思说？昨晚是我失恋拼酒哎，没想到你喝的比我还不省人事。那最后我们仨那就就近把你扔在酒店待了一晚。老三啊，想起来了。行了，你没死就好。哎。是吧？去那个团结湖。哎，好嘞。师傅，快开车！你没事吧？你再不开车我就有事了，你快！加油！哎，加油！加油！别跑！喂，你们没事吧？那就好，幸好我带了辣椒水，要不然咱们全完了。好。那个，你没事吧？小意思。那个，他们谁啊？一群小混混，说我朋友偷了他的手表，要脱衣搜身。那个，大象。我叫梦马。我叫陈安娜，这个挺好玩的。喜欢送你啊。大叔，你都是这么骗女孩子的呀？好像有一句话是